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啊，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天时天样。呀，内容讲我相信，当人都会知道有本去感动到，因为佢係講假嘅故事，講愛嘅故事，也係研究細細嘅角嚟看一看依個樣片。好，大家有本呀一个片感动到冇？我们初夜就系清醒爱推出同大家见面嘅天时天阳冲歌本堂，韩国啲啊4月20號拜六晏晡頭9點就要來同大家來見面咯。今日嘅節目當中啊，清歡喜做得邀請到導演來到節目當中，細細嘅家來分享，我哋導演陳文彬分享。大家好，我係唱歌本堂嘅導演陳文彬。好，分享導演來到節目當中，我相信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看到導演聽錯會知道，雙面呢，以前唔係電視背後嘅人，以前動作咩啲電視當中看到佢，也係都講其他動作重合都有機會做得看到導演。等下再過來好好同大家來講一下。韓國阿三下來另外一位來賓啊，係啊唱歌本堂嘅吳主角分享，總年分享。大家好，我係總年隔了5年又回到福起來了，很開心。好，分享總年來到節目當中，上一拜來咩係客家電視台嘅戲劇。日據時代嘅生存法則，對不對？嗰陣時5年前沒有來到福起來同大家見面，也拜係對呀唱歌本堂也鋪天時天樣來演出，阿啥來就請導演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唱歌本堂啊，一開始看到看到也個名誒，我知道也部戲係一出用版的戲劇，我知道是一出很開心的戲劇嗎？但是一種唔係呢，導演會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一開始創作這一部戲劇的一些初衷跟這一部劇情的一個介紹。我想戲劇主要就反映人生啦。那在我的認知裡面，沒有什麼戲劇就是純粹的喜劇或純粹的悲劇這樣子。在戲劇裡面本來就有喜怒哀樂的這個過程。那可能是因為這些年來我經歷過的一些事情，然後家裡的我爸爸過世，那這個故事呢，我放在心裡面大概放了10幾年，大概10幾年前劇本就已經寫好了。但是在醫院那一段，我一直覺得自己寫不好，因為自己沒有經歷過。那在3年前父親過世前，我在醫院照顧父親。那辦完喪事了以後，我就重新把這個劇本再拿起來看，我就發現我陌生的那一段我可以填進去了，因為我在醫院剛好那時候疫情的時候，在醫院跟父親的互動這些，所以就比較能夠知道那個細膩的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的情感是什麼。所以就把它填進去這樣子。對。那它其實是很多人的故事啦，不單單只是我的一個故事。裡面有非常多的片段，對，是我身邊的朋友們大家共同的故事，共同創作出來的，包括演員在現場共同創作出來的一部作品，是關於一部談家。
的一部作品。韩国同爱有关的一个故事，我相信也大家都会亲有感觉，因为乌克兰韩国爱这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我看睇也鬼吹戏剧的时间，我的感受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我的感觉，但是我知道那个就是我跟我家人之间，有时候有点靠近，有时候又有一点疏离，但是。所有个东西都会因为爱，对，就是有爱才会有这些。有时候可能你很紧张的情绪，或者是你很快乐的情绪，我觉得都会因为有爱。所以这里上面有写，爱的形状会改变，但它永远都在。对，故事我有感触到导演满满的想要呈现这个爱的感觉。故事我们想要问一下张宁，其实刚刚导演有讲到呀，爸爸就是第一演的歌唱在医院的这一段过程，因为你是做呀爸爸的妹耶，阿福要在角色对不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淑芬这个角色。素芬她还有一个弟弟叫阿杰，那他们本身出生就是在一个并不是太好的家庭，然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爸爸。这个爸爸每次呢，他就是回家的时候就带来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然后呢，这个希望呢，大家一家人呢也怀抱着希望，然后一起想要完成，结果就发现这个希望根本就是一个失望，然后他就落空了，然后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善后，然后这个爸爸呢，在拍拍屁股走人就算了，他还会把家里的仅剩的一点家当都带走，对，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家庭的伤呢，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包括素芬啊，包括阿杰，甚至是妈妈。然后每一个人呢，在长大之后，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摆脱这个家庭的，你说束缚吗？但是最后呢，又有一些变化，大家要看这个影片才会知道。真的，其实我知道阿芬都也部戏剧底路，其实无按简单，因为做呀主角，其实佢爱作为年龄动态，有青细嘅可能在高中生的那一个阶段，没有还有可能差不多30-40岁要在结团。故说有时候问一下张宁，这样子做很大年龄的这样子的跨度演出，会吃到懂困难吗？其实还好啦，因为比起我的年龄的幅度，我觉得夏哥跟彩怡姐更厉害，他们要跨的那个年龄层真的是不是像我这样还小幅度，大概10岁左右的差距。当然就是心态可能稍微要调整一下。当然，在这个我跟彬哥那时候就有特别的在讲说，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角色年轻的时候跟有一点年纪之后的状态。其实我们有做一些他外在或者是他讲话的这个性格上面的调整，所以在诠释起来，我自己觉得还算舒服。哇，真无简单，因为呀，其实我看睇呀几部戏下，其实真正重要的角色真的不多哎。就这4加1个人，就要3年，是不是？我的故事都很简单，人物很少，但是很集中，都在这些角色身上。故说他们的表演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有夏哥、张宁之外，还有其他的演员，是不是也请导演同台搞来稍微给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家。那这个家也不复杂，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这样子。那刚刚在讲到跨年龄的演出，我觉得这4位演员平常都保养得很好，所以像张宁的 face， 或者说像夏哥的 face， 他们其实是可以跨很强，对，可以跨前后大概可以跨个15到20年，这个部分都可以。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化妆或者服装其他的部分来做处理。对，那彩怡姐也是，彩怡姐真的太厉害了。这个部分就他们都是硬底子的演员，没错。所以故事其实是集中在这4个人的身上，然后透过这4个人的集体创作去碰撞出来的。那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爸爸是夏庆廷嘛，那妈妈就是黄彩怡，那姐姐呢就是张宁，对，那弟弟就是庄月，
那我们还有一位小女生，就是姐姐小时候，对，姐姐小时候的这位小童星是吴彩婷，是。那这4位大人再加上这一位小孩子，都是非常优秀、非常棒的演员，在我合作的过程里面，就是非常 top 的，非常杰出，很棒的。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表演，有一些特写那个表情，或者是甚至只是眼睛的一点点抖动，我都觉得我要被感动了。甚至我觉得彩怡姐的那个敬业程度真的是超乎我想象，因为弟弟都有时要真金剪太去搞给头拿。对啊。真金剪呢，你就这样拿来用剪，然后这样子剪呢，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第一个是视觉上是冲击的，因为观众知道那是真的剪，对不对？当时彩怡姐会同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有什么反应吗？惊人一下，对，因为老实说，我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写妈妈出家嘛，对。但后来其实几位朋友都告诉我说，要找到够实力的演员，女性的演员，而且她又愿意真的剪头发，因为对演员来说，头发是他表演的一部分。如果他剪掉的话，会去影响到他后面1年、半年，甚至到1年的整个表演的，包括档期、角色的挑选等等。那所以呢，有一些导演朋友也劝我说，是不是把这个角色改成出家众，这样子就好了？这样修行居士，对，修行居士类似像这样，对，那。在理想跟现实中总是有妥协嘛，那个时候彩怡，我当然是想到彩怡，然后就请我们的 casting 去跟彩怡谈。那 casting 回来告诉我说，彩怡的意思是说，剪头发她才要演，不剪头发她就不演。无通唔错，嘿爱剪真金剪，佢将会做呀角色。俺出咗俺 casting 挺重啊，挺唔重啊。哇，很我想说他是不是搞错了这个顺序，是不是搞错了？就是要这么有挑战，我才要演。对，所以我就请我们的 casting 再问一次。是不是他会错意了这样子？然后他说没有错，就是要剪头发，他才要演这样。他看完剧本以后，他认为他必须要剪头发，然后鸡皮疙瘩。他对这个角色他才有办法投入。对，所以我非常的谢谢彩怡，就是我们给人家的演出费实在是。没有，我真的要说，亚洲演真金都是硬底子的演员。大家听超波本期亚洲的演技打通。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喊卡多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個電視台清醒推出嘅《天時天陽衝高本堂》，真係非常感動人嘅，知道大家都會有一種對舞卡對愛嘅感情，做得陪亞普戲劇來打通道。韓國家亞普戲劇地度嘅演員真係係太有實力咧，啥就動腔，啥都安慰做戲，做到真係本人知道，人嘅過去嘅回憶，可能每一張畫面都會對人嘅回憶地度本人演出來嘅感覺。韓國唔單唱一個主要嘅演員傾向，還有其中一個演員啊，大家也下啲電視當中沒看得到，就是誒導演唔單唱會當導演。還有參與卡去家來做一個角色，韓國有一個角色是黑道大哥。我看到這個介紹的時候，想說導演要演黑道大哥，那一定是很兇的那一種。結果跟我想象中不一樣，他不是傳統形式的大哥哦。導演介紹一下。通常人家問我說為什麼我會在自己的戲裡面演出，其實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沒有錢的。導演這是第二次說沒有錢的。對，那就自己下來這樣子。好，第二個當然是我對這個角色也熟悉了。好，
就是真正的黑道大哥其实并不是那一种，就是用虚张声势，不是那一种。对，真正的黑道大哥讲话其实是很温柔的，很慢的，但是他心里面可能已经后面下了好几盘棋了，真的。对，所以在写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当初就是知道我自己要演，先设定好了，对，就量身打造，对，就是我希望那个黑道不是大家印象中传统的黑道，对，好，他旁边的小弟罗罗可以是印象中传统的，但他不可以是那个样子，对，那个戏剧上的反差会来得更大，这样子。对，那我们来问一下当下跟这个导演就是黑道大哥对戏的张宁好了，给我们讲个心情黑马该。彬哥的这个黑道大哥，他是像刚刚彬哥说的，他是那种不是虚张声势型的大哥，他是深不可测，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好可怕的那种氛围的黑道大哥。然后当下我会有一点觉得，我有点转不过来，因为平常彬哥在对我们就是当导演身份的时候，彬哥是非常非常，他是很温柔的导演，然后他是因为他自己当演员嘛，所以他就是会设身处地的替演员着想。其实，在整部戏的过程中，应该是我第一次在拍戏现场这样吧，他一直让我觉得我可以求助于他，所以。当素芬有的时候，我们一天要拍好多场哭戏，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因为一场哭戏我可能要哭好多次，有时候我觉得我哭不出来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会偷偷的去他旁边，我说：“彬哥怎么办？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感觉了，在这个当下我就没感觉，我哭不出来了，你可以帮助我吗？”他每一次都会拿出他的秘密法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多法宝可以拿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被他就是给我的这个东西感动，还是被彬哥的这个举动温柔感动。对，然后我就会很顺利的可以把那场戏完成。彬哥，谢谢。哇，好感人哦！所以这么温柔给偷演，阿姆哥第一周戏的时间要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严肃的、严厉的黑道大哥，所以那个时候对戏的当下会觉得很不一样。对啊，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第一度后面唐也出来，其实彬哥做一类偷演，你当一个导演，好像你对不同的演员，好像是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对不对？是。比如说同张宁是这样子的沟通，那跟其他的演员是什么样？就对夏哥可能就不会这么温柔，没有啦，我乱讲。没有，对夏哥也是，因为夏哥是前辈嘛，对。那夏哥对表演有非常多的专业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对跟夏哥在讨论的时候，我通常会先请教夏哥要怎么来做这一场的定调表演这样子。那夏哥会告诉我他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就 feedback。我通常不会跟夏哥讨论到非常 detail 的怎么表演这一件，不会。我跟他讨论的大概就是心情，就是这个爸爸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会做什么样的反应，确认那个立场这样子。对，那我觉得那个痛对了，痛对了，接下来。我相信夏哥的所有的表演就是对的，对。那夏哥的表演其实也都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哈。那彩怡那更不用讲了，彩怡是表演老师，对，那倒是彩怡，后面有就每个这4个角色都有一个坎啦，那彩怡在面对她在出家了以后，她的心情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跟彩怡谈的，就是说他不是那么形式上的出家，但是他也不是那么，我所谓形式上的出家，就是他不是剃完头发然后出家，他其实是有一点在台语里面叫做脆心啦，有一点脆心这样子。
对啊，但是又割舍不下，所以当这个女儿找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心情，我跟彩怡讲了很多，但是呢，我希望他一句词都不要讲。所以我就习惯写信给妈妈。写信？对，不是传讯息哦，是写信。我是写信，就是写信给妈妈，告诉妈妈说，你辛苦了，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彩怡通常她读完我的信以后，她就说，我懂了，接收到了，对，就这样。好，那庄月，因为庄月长得很帅，对，所以第一句是长得很帅，很有型，对，很有型，真的很帅。对，庄月又高又帅，是在我设定的这个角色里面，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太帅了，在我设定的这个角色有一点不大对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跟庄月讨论，然后讲了这个阿姐的人生的故事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庄月就慢慢模仿出一个比较Q Q 的样子，还有一点点 get set 口技这样子，然后有一点驼背啦，不大敢，然后有一点口疾的样子这样。那透过这些外在的肢体的这个揣摩，来削弱打破他太帅的这个，对，太帅、太高、太挺的这个固定的演员的那个固定的形象，对。那张宁是一开始就设定张宁因为张宁个子小，个子小，一方面就是说他可以跨那个年纪的尺度，对。第二个，为什么我说他个子小？他的个子小要扛这个家的重担，会心疼感，对，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张宁在里面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着这个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因为里面有懂得心情懂从很沉重的一些戏，比如说有一个是乃坤斗，就是但画面上看起来是在非常不好的天气，然后去河边要放生。然后两姐弟还在河边吵架，那个状态，乃坤跟破气应该会碰到清醒哭，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跌倒是张宁直接整个就是，我觉得那是真跌，那是真跌吧，然后还继续把它拍完没有停机，因为有蛮长的一个 take 这样子，是真给丢倒就滑倒这样子在泥泞里面，然后后面那个情绪很重的性爱唐宫黑导演自己去示范的，自己跳下水里面去示范。是吗？在那个过程，导演是想要为他们演示。应该是这样说啦。我之前有到日本接受那个铃木忠志的戏剧的表演训练。那虽然是剧场舞台，在能剧里面，演员要把重心给放低，因为当演员在舞台上其实是黑暗的。那放低其实是重心放低，是让自己的表演能够稳，虽然你上半身怎么动，但是你不会晃。好，那你不会晃，你在画面上你就可以让观众专注在。那个场域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场域，你在水里，而且是真的天然的。对，在水，一方面我们要考量到涨潮，那时候是有涨潮，水不断的在涨潮。那第二个，我们又出动了这个下雨的机器水车，然后又洒的范围又很广，对，而且在周边一定都要把它给洒湿，然后那个地方又崎岖不平，看得出来。所以他们要做戏就是要跑，要做戏，然后最后又要在水里面，那个稍一不慎的话就会跌倒或者摔倒或者吃到水等等之类的。那我以前的训练就是从幕后到舞台到光源打下去，总共要走几步，都是非常精准的，都是非常精准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
跌倒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总共要踏几步？1、2、3、4、5了以后，再踏下去水里面的那一步，旁边有没有石头，有没有什么？踏下去，也就是说你要踏6步，你就把那6步给踏好，踏到变成是你身体的直觉反应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你的下半身。专心在表演。对，所以他们在捞鱼、跑鱼的时候，我都请他们放低，姿势放低，用下半身，这样会比较安全。第二个，你到了水里面，你一定要踩稳，踩稳了以后，上半身做戏，但是下半身要稳。演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很辛苦，这个好幕后哦。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会感觉到其实。彬哥他自己下来示范，他是要跟我们说，跟庄月说，你们看我是安全的，你们就尽情的表演吧。你看我，因为彬哥那时候是穿他自己的皮鞋，然后穿就是裤子，然后他就直接就下去了，什么都没换，他都没有换，他就直接就下去了。对，然后我在那个当下，我就知道说。他想告诉我们说他是安全的，你们不用担心，我先示范给你看了。哇！对，所以你们就把后面我们那时候排练过那场戏，因为我们说过那场戏是很重要的一场戏，然后我们有排练过，那我们就把排练的时候的东西，我们再把它在现场把它还原回来，不要担心这样子。天哪，观众你看，今日浮起来嘅观众真嘅係穿到嘅哦，这个这么幕后这么 detail 的事情都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进来。好，非常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客家電視台精心推出嘅電視天陽衝高本堂，有請到也拖延係個總年女主角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接下來要花嘅結果，再來問2-3年啦，我相信呀2-3年都非常非常緊張。好，那我們要很快的回答哦，我先問第一題，拍戲的時候有什麼奇怪的癖好？有没有一定要喝什么？一定要带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我就是拍戏的时候，我尽量吃素。为什么？比较不会想睡觉。那是因为比较想睡觉，对，精神会比较好，然后身体也会比较轻盈啦。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演员，所以会有这个疑问。想说演员或是导演，而且尤其是有这个演戏底子的导演，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癖好或幸运物之类的。我没有。哇，竟然是这样。好，那我要问另外一个，演过的角色里面，觉得最接近你真实性格的角色是哪一个？我也都没有接近我真实性格的。我以为你要说黑道老大，那个是期待，期待是不是？但达不到。没有。目前我演过的角色没有，不过倒是很有趣。比如说，我演完《不能没有你》以后，然后有一次跟朋友到牛排馆去吃饭，后来我去刷卡，然后那个刷卡的欧巴桑就很生气的问我说：“你女儿呢？你怎么可以在这边？”然后你真的就很像那个爸爸，对，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自己在这边？你怎么没带女儿来吃牛排？对，然后我演过，对我演过一个有台的一个，就是模仿那个瓷器的师傅，对，然后在捷运站上面曾经遇到人家靠近我说：“雄哥，我跟你做同行的。”太真实了。对，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把我的秘方交给他，这完蛋了，做什么像什么。对，哇，太不过厉害。我真的还没有遇过，因为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许我还在摸索中吧。哇，好酷的回答哦。那张宁呢？哇，
我习惯就是每一个角色我会放一点点自己进去，所以其实每一个角色说真的都有某一个部分其实还是会像我本身，但是其实你说经历啊或者什么的都还蛮不一样，我的角色通常都真的很苦，所以就是苦情的角色，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过得其实是还蛮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演戏就是真的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对对对，听起来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要不要加入？我怕会被导演嫌，导演可能跟我怎么沟通都没有用这样子。好啦，再来一题，青熊会冲狗本慢银堂，因为这一部戏叫《唱歌给你听》。如果可以的话，最想要唱歌给谁听呢？导演？那爸爸吧。想会冲狗本爸爸糖。想会冲马改狗哎。脑袋里面有一个目标的歌曲吗？我唔知耶。不过就是曾经有一阵子。家里都很流行装那个什么 KTV 啊，卡拉 OK， 对，卡拉 OK 的，然后我们家就装了一台卡拉 OK 这样子。那我爸在那时候身体还很好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唱歌。他退休以后自己唱，然后还会自己做笔记，什么时候要高音，然后他有时候会唱日文歌，对，很认真，他要唱日文歌，然后日文歌上面还会标注50音跟这个哆来咪，等等之类的。我是一个音盲，所以我对那个豆芽号完全都看不懂，所以当我爸过世了以后，我在整理他的东西，发现他连唱歌都这么认真，上面都还标注，对。唱歌给你听，因为像亚美黑唱歌给你听，这唱什么歌不重要，唱歌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对不对？是。张宁呢？想会冲狗本慢银堂。奶奶吧。奶奶。因为小时候我奶奶是外省人，所以她很常会唱一些外省的歌曲啊，或者是以前奶奶很喜欢邓丽君，就会唱很多邓丽君的老歌教我们唱。然后后来想一想，在我奶奶过世前，我那时候大概高中吧，刚好在那种叛逆期的时候，比较少回家，所以好像小时候她教我唱很多歌，我都没有机会唱歌给她听。完蛋了，快要哭了。对，所以我觉得唱歌是对家人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古时候，因像也没可能系拖延中嘛，个像我老亚普戏看，我两人都冲过的本堂，韩国底部喊声也有冲一条沟。虽然我们说唱什么歌不重要，但里面真的有冲一条沟，而且我相信大家都会唱。爱表家的呀。为什么是这首歌？而且我一直在等这首歌出现呢，我就一直看，想说怎么这首歌都还没有出现，就竟然在一个我非常震惊的场合，一个非常奇妙的场所，感觉不应该唱歌的地方，不应该的冲下条沟，为什么是安排在往生室？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为什么唱这一首歌啦？这首歌它代表的是某个时代的意义。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其实像阿贵这样的家人从中南部从美浓上来台北，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赢嘛，能赢啊。对，我们看到的多数是看到的是成功的案例，但是有很多是他就回不去，但是在台北也很难生存的，就是大概像这样的家庭。那即使是在这么黑暗里面，但是只要前方还有一点光，这个家还是会继续的往前走。虽然那个光不一定就叫做希望，不一定就叫做什么，但是它就是会一直往前走。那所以这首歌对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对，那第二个部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在爸爸往生的时候唱这一首歌，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对，好，我所谓被逼出来，就是说，人往生了以后，大概还剩下耳朵还听得到这样子。
那所以通常希望赶快讲点什么、啊，爸爸我爱你啊，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啦什么的等等之类的。但当姐姐要逼弟弟赶快跟爸爸说话，或者是念佛经，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突然讲不出口，对，讲不出口，所以那时候弟弟的直接反应就是蹦出了这一首歌出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一首歌其实是串联了这个家庭，对，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这首歌撑住了许多底层的家庭，人们的生活。对，故说呀，按精彩嘅戲劇就愛到4月20號拜六暗晡頭9點我來播出嚟，請大家聽咗我來準時收看。故說今日非常神夢導演彬哥，謝謝美神夢張寧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神夢兩位，大家聽咗我來準時收看哦。神夢大家嘅收看，休息一下，停停欣賞，向下來做運動。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